花田在拉玛仁波切，大概就北面电视呢，家庭情报国内这种的各种途径，我就找的说上街去当初级去那了，想就把对大年结束。大概先做几笔做农机，找来平时上街住不了就三千趟去电话当地，就当等不了去东亚当东亚去就当这了。东亚没别电话当们这了就年人家当这一当年了那不了就是去刚给都是那种的，大话当去朋友。当别去呢，等着把国当得了强子落红，我觉以前那上场白马开始了当包了也才就给我准。白马去呢，就是这国当看着马包过去就是大陆学生去了就就是上个月白马是的红，不打了也呢就呢打一将个来中心，等个去这马过去就是说拉当拉面这边去开始白马了对碰包跟来准咱。这马用了强子落写下当局自比相帮助关给力主笔突击前商业正量自比当我将关拉米下兰国下子正等出击前来为设计大陆的我们把它是呢各当等局中路多吧罗着波比那瓦子的所三个北京学习没到长日上领先你的肩膀的双节轻的没对不外这个难的轻的去把它就阿弥陀佛，尊敬的各位师兄师姐、师弟师妹，等跟随个佛陀的所有佛友们和以及这个观看个视频的观众们，大家好，大家吉祥如意，我是萨迦法王认证的一枚主顾，现在在萨迦个大学个担任个教授个职位。今天我在这里给大家讲的是关于三正摄受的一切个善业皆为菩提之道，也就是大乘之道。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个三正个摄受的话，就不是大乘个之道。也就是说，这个功德它就不是。菩提之举，是这样的。那什么叫个三正个摄受呢？也这个呢有两种个说法，就是说，一种呢，这个名词呢它是有两种的，比如说三正个摄受，也有人说个三圣道三圣道个摄受。那我们它三圣道它是有。加行和正行结行，也就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呢，就是个预备和正式结束的这样一个差不多这个意思。当我们做任何功德之事都想成为一个大乘的之道的话，一定要具备这三个，才可以成为一个菩提圆满的究竟的一个功德。第一个正行是这个前行是什么呢？也就是个加行，加行也就是个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它的本质实质个是它的定义呢，就是一心为一切个众生的个利益求取个成佛个之心，这个就叫个菩提之心。在华严经论庄严经论中有这样的说道：发菩提故他众求圆满之佛求圆满个之菩提有这样的之说。这个就是个菩提心本质，也可以说是个它的实质是这样的。然后处于个菩提就是个你发了个这样一个菩提个之心过后，你所做的个一切个善业都是个成为个菩提个之举。比如说你给一个小羊一点个草发菩提个心的话，这也是个菩提个之举。你给个小孩子一个笔，这也是个菩提个之举。就是为了你内心发自内心的对他好的那种善心，然后这个是有菩提之心也有摄受的话，这个就是个菩提之举。如果你没有
出于一个菩提之心，也就是说你没有个发菩提个之心所做的一切个功德哪怕是你做供养，就是个3000大千个世界个都装满个珍宝，然后供养，这也个不是个菩提个之举，而是一个普通的功德。所以呢，要成为一个菩提个之举呢，一定要有发菩提个之心，这是非常的重要。关于这个发菩提个之心呢，有一个公案就是曾经呢，阿底峡在金刚座绕圈的祈祷个时，度母和愤怒佛母化现的一位两位个妇女一少一老的两位妇女在那里遇见。当时阿底峡就给他们给提问了一个怎样个才能够迅速成佛的一个问题。当时他们是个这样回答：如果速速个想成佛的话，就要个修悲悯仁慈个悲悯个之心的菩提心，有这样个教导。这个教导呢之后，阿底峡尊者永远都是个牢牢个记在个心里这个一教导。然后他是个想成佛，也就是一定要个修习个悲悯个之心有悲悯个之心，菩提个之心，也就是说先要个发个慈悲之心。那这个修慈悲个之心是个多么重要呢？这些广播吧个曾经有这样讲到，他说遍知一切者的个佛陀，也就是个遍知一切者，他的一个基础是二资粮。二资粮的一个基础是慈悲之心就是菩提之心。菩提之心的一个基础就是个慈悲之心，有这样讲到。所以呢我们发菩提之心之前，一定要发个慈悲之心。但是我们修到一定的慈悲之心过后，我们就发菩提之心。但是我们平时做任何功德的时候一定要有个慈悲之心，然后才能够发起个真正的菩提之心。还有一个公案在慈悲心的修法方面有一个这样一个公案。曾经格西波多有一位老太太向格西波多这样提问：如何去修个慈悲之心的时候，格西波多对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对那个老奶奶，就是老妈妈，给他这样回答道：你要修慈悲心是非常容易的，就是你像个对自己的儿子一样，对一切个众生这样个关爱，这就是个修慈悲之心。所以呢修慈悲之心呢，它就是一定要把一切个众生看成自己的母亲一样的对待去修。这是阿底峡尊者关于这方面的有一个书籍。还有呢入行论中修慈悲和菩提之心方面呢也有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教导。修慈悲的心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内心有一种感觉。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动物，他们有强大的慈悲心的时候，他们会触动我们的内心。我们触动我们的内心过后，我们才会感觉到这个悲悯之心的强大。比如说曾经我看见一个我们这边有很多的猴子猴子妈妈呢他的孩子已经死了，但是他的猴子妈妈呢，他一直在这个尸体呢一直捧着不忍得丢掉。这说明呢这个猴子妈妈对他呢非常有爱心。所以呢动物都是有这样爱心的。还有一些呢我看见过一个视频里面呢就是这样的，
一个鳄鱼要吃小鹿，一个鹿妈妈和小鹿在河边走的时候，小鹿掉进那个河里，然后被鳄鱼给要吃掉了，然后鹿妈妈就为了救自己的孩子，然后自己跳在这个湖里，让鳄鱼吃了自己然后让自己的孩子跑掉。这样的一个举动，虽然它是个不会说话但是它也不是个像我们人类一样的高级动物，但是它有这样的强大的一个爱心，无私的这种奉献的这种爱心。所以呢，对于所有众生能够看成自己儿子一样的这种慈悲之心呢，那就是你的慈悲修到非常高的境界，这就是修慈悲之心。然后再出一个这样的上面你发菩提心呢，你所做的一切功德，它可以成为一个菩提之因。但这也不算是完全成为一个菩提之因，它还要修正行。正行呢要修什么呢？要修智慧波罗蜜多。修智慧波罗蜜多是非常的重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观中观的它的对境也就是空性，也是个空性，也是个相对论。为什么说是个空性就是个相对论呢？因为你没有一个实质性独一无二的一种根本不变化的，根本不用对相对的那种一个物体是在宇宙中不存在的。所以呢，所有的微观上的我们所看到的，微观上也好，在宏观上也好，这个一个实质性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所做的功德，你也不能就发慈悲心也好发慈悲心，然后做任何的功德，都不能够把所做的一切都不能够当成是实质性的去做。这样呢，你不仅不能够成为这个解脱之因，而会成为轮回当中的一些因素，不会成为超越轮回的这种因素。所以呢，你在修行慈悲心的做一些善事善事的时候，你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一个相对论，就是它是一个空性的，它是一个不存在的一个。不是不存在，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它不是只是看到的。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经文里说呢，一切法呢，它是如梦幻泡影就是它是像梦境一样的存在。你所做的功德，在梦境里面你做好事，或者是被人打了、被人骂了，这些都是真实的一样。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呢，因为我们有无知在。让我们像梦境一样，其实不存在的。在宏观上来说呢，我们是在概念上我们是看到很多的，但是在微观上来说的话，它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发菩提心，然后所做的事情一定要用智慧波罗蜜多摄受这样这个功德就是超越一切轮回的这个因素，也就是成佛之因，究竟圆满的一个因素。然后最后呢，就是回向。回向的时候呢，要有三轮。怎么说呢？就是说三轮清净，三轮清净给做到三轮清净。什么叫三轮清净呢？也就是说，你回向的时候，比如说布施。你布施的时候，你布施者和布施的东西布施的物品也有布施给谁？这些都是你回向的时候，你做回向的时候，你会有一种目标，然后回向给回向的这个功德，然后回向给自己，回向者给自己。这样有三者，三者呢，你不能有执着，就是说刚才所说的一样，一定要有。它是个可以看到的，但是它不是个实质性的，就是个梦境一样一定要不能够对它有执着之心，
有执着之心的话，这个功德它就不会圆满。所以呢，三轮清净也就是这个意思。对于这三个呢，不能有执着个之心，这就是三轮给清净。然后你这个功德回向的时候，我们也有些人对这个概念呢有这样讲的，就是比如说祈福功德为什么为了一个因素而祈福，这个就叫做功德。其实祈福呢，它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布施来说的话，祈福它是有祈福的对象和祈福物品祈福的一个祈福者有3种是吧？这3种呢，它是你要有清净的之心来对待这个回向的时候，你会回向这个功德，为了给一切个众生要得到个成佛个之因的这种回向的时候，你不能有实质个性的，就是把它当成个实有的一种东西，是个有实质个性的一个东西呢，那是个不行的。所以呢，回向的时候一定要不能有对于这3个呢，不能有个执着个之心。有了执着之心呢过后呢，你的这个功德它就是变成了世俗个之因它不会成为佛陀个之因。那我们这样一说，你菩提个之心是个祈愿而不是个祈福之心。其实祈福之心和祈愿个之心，现在所说的回向这个是很有区别的。祈福个之心呢，它是一定要有一个上因才做个回向。祈愿个之心呢，它不一定要有什么功德，就是个愿望。你想个愿望，就是个好的愿望。比如说我们普贤菩萨的个行愿品读的时候，这是一种你在做一个祈愿，而不是个祈福。祈福上一定要有一个功德个之因，才可以做这个祈愿，是这样的。那就是总的来说呢，我们做任何个功德个事情，想成为个大乘之道，一定要做到这个功德呢，先要发菩提个之心。这个菩提个之心给发过后呢，它有般若波罗蜜多的这种中观个智慧要去摄受。再过后呢，你回向的时候，这个回向的个3轮要做到个清净。这样呢，你的功德呢，成为个佛陀之因的就是个成为究竟圆满的一种成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因素才可以成为你这样的个功德呢。无论将来你要做什么不好的事情的这种功德呢，它是不会给消尽，也不会给灭掉。比如说呢，我们一滴水给滴在个大海之中呢，这个大海它不干的话，这个水是会存在的那种就是那种。所以呢，用这个3种去摄受功德是个非常好的，也就是对于一个修行追随个佛陀、修行个佛法的来说呢，这是非常的必要也是个非常有重要性的一个。在关于这方面呢，有格西波多瓦曾经这样说的：一切善根是由祈愿的掌舵。他说这个回向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呢祈愿祈福可以是个祈愿，但是个祈愿祈愿里面祈愿不一定是个祈福。所以呢格西波多瓦格西波多瓦在这方面呢，一切善根是有祈愿的，就是说你要回向的时候一定要回向好的话，这个善根就会祈愿个什么，就会得到个什么的果位的意思。还有呢在这方面呢这个佛子陀妹呢有这样讲到，无论做个任何个大小的善事善业大的也好小的也好，反正是善业，哪怕是给一些个畜生一口槽的善业，只要用真诚清净的3轮来回向给一切个众生成佛个真因的话，这个功德呢，它是这个善果呢，永远都是
不会给消失，还会给增长是这个功德能够增长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有这样一个讲道。所以呢，这些个都是个噶当派曾经对一个佛法实践方面来说，他们个人的人品来说，反正是个在佛教的佛学个方面来说呢，非常有功德个大的一些个高僧大德个所教导的。所以呢，这些个都是个有非常强大的功德。那我今天讲到个这里，再呢，我就给以此个今天给讲到的功德呢做一个回向。今天我所做的功德呢，能够上业呢能够世界和平上师长寿。上师以及所有的对佛法事业的都能够长寿。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人在观看的这些个当中呢，他们的家庭能够和平家庭能够和睦。愿大家呢身体健康，法喜充满。阿弥陀佛。